盛匯商鋪基金創辦人李根興近月積極減磅，過去3個月累積沽出10間鋪位，套現合共約1.56億元，較總買入價2.075億元，賬面蝕讓5150萬元，平均蝕讓幅25%。李根興指，當中有7間鋪位由內地買家承接。李根興表示，近月再沽出5個鋪位，包括筲箕灣道180號地下1號鋪、半山般咸道59至61號地下 D 號鋪、土瓜灣浙江街31 D 號鋪、新蒲崗爵祿街116至118號裕富大廈地下01 B 號鋪、上環禧利街23號地下，每間鋪蝕讓幅度約12.8%至43.5%。新蒲崗爵祿街鋪狂蝕43.5%，其中蝕得最勁為新蒲崗爵祿街116至118號裕富大廈地下01 B 號鋪，租客為熱狗店，建築面積220平方尺，成交價650萬元。鋪位2019年7月買入價為1150萬元，蝕讓43.5%。對於上述鋪位蝕讓，李根興坦言輸錢也要輸得積極。他指鋪市售價較疫前高位回落40%，今年該基金也要面對現實蝕沽，今年目標總數要沽出約2億至3億元的鋪位，目前已經完成超過一半，未來希望再換入優質香港街鋪，寄望年底前重新出發。李根興又指出，自基金2016年成立以來，至今已買入及賣出221間香港街鋪，涉資36.3億元。這一輪蝕讓潮之前，平均賣出商鋪升幅是25%，奈何最近由於銀行信貸收緊及保持基金贖回流通性，因此要蝕沽套現。又指做基金不能死守，為保持基金流通性，必須貨如輪轉。與樓按相關的1個月 HIBOR 今日報0.88893厘。李根興認為，市場普遍預期美國在第三季減息，而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樓價指數按月升0.35%，結束4個月連跌。相信各樣利好因素有助樓市鋪市成交，又只會保持積極心，繼續換貨。香港總有蒸天。